你好，我係離島地區康健站嘅護士，今日想同你介紹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，了解點樣早預防、早發現、早治療，保持身體健康。即刻一齊嚟睇下啦！慢病共治計劃係一個篩查計劃，專為45歲或以上，冇高血壓同糖尿病病史嘅香港居民而設。參加者同時需要成為離島地區康健站會員。我哋嘅目標係提供方便嘅篩查服務，包括糖尿病、高血壓同血脂問題，並且會為每位參加者制定個人化嘅健康管理計劃，幫你控制慢性病嘅風險因素，及早識別同處理呢啲風險，可以預防慢性病，減少併發症，令你保持健康。篩查服務收費120蚊，醫生會先幫你做評估，安排檢驗，然後轉介你去指定化驗所抽血。檢驗完成後，醫生會同你解釋報告，講診斷結果，仲會幫你制定一個合適嘅健康管理方案。治療階段，你只需俾家庭醫生設定嘅共付額，政府建議係150蚊。醫生會根據你嘅篩查結果，提供資助診症同藥物，仲會制定個人化健康管理計劃。如果你有高血壓或者糖尿病，每年可以享有最多6次資助診症。如果係高風險血糖偏高，每年可以有最多4次資助診症。如果係血脂異常，第一年可以有最多4次，之後每年有2次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或者有興趣參加慢病共治計劃，可以喺中心服務時間打電話25565338聯絡我哋，或者掃描 QR Code， 留低你嘅聯絡資料，我哋會盡快聯絡你。